歡迎收睇堅亮點，我係生亮。8萬青年看祖國，香港學生內地千人實習計劃2025今日進行出發授旗禮。計劃至今已經舉辦第12屆，今年暑假將安排超過1000名嘅香港學生，分別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嘅政府部門、大型企業進行為期2個月嘅工作實踐。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及主辦單位分別向出發嘅學生致辭。特區政府係相當重視青年工作，我哋嘅願景係培育廣大青年成為愛國愛港、具備世界視野、有正向思維同埋有抱負嘅新一代。民青局咧喺2022年嘅年底咧已經公布咗青年發展藍圖，其中一個重要嘅工作方針咧就係傳承愛國嘅精神，增強家國情懷，推動青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希望能夠好好咁樣啟發年青人，等你哋透過我哋嘅支持嘅唔同嘅活動，等大家咧能夠喺唔同嘅平台上面去揾到自己發展嘅方向。我哋累計已安排超過8000名嘅香港學生赴內地實習，佢哋嘅足跡遍佈大江南北，喺金融、創科、文旅、醫療等等多個領域親身體驗同埋參與國家嘅建設，更加喺融入之中讀懂祖國，喺實踐之中開創未來。咁喺舊年嘅暑假呢，我就通過呢一個嘅香港學生內地實習計劃，得到咗一個好寶貴嘅機會啦，去咗北京嘅中國投資有限公司進行咗為期2個月嘅實習。咁呢一啲經歷咧，都令我對北京嘅歷史文化咧有咗更加深刻嘅認識。咁無論你係未來想喺香港發展，或者係去到內地發展嘅，咁我相信呢一段嘅實習嘅經歷咧，都會令到你係學到好多嘢嘅。我哋作為香港嘅學生咧，我哋應該係作為呢一個兩地交流嘅橋梁啦，去幫助彼此去了解互相彼此之間嘅文化啦。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愉快嘅實習經歷啦。咁我上年咧就去咗北京去進行一個實習嘅，每一日朝早咧可能去返工嘅路上面都會係遇到一啲鄰居，佢哋就會同我哋打招呼啊，問我哋食咗飯未咁樣啦。我覺得佢哋當地人係好熱情咁樣啦。而另外我覺得北京嘅一啲嘅科技其實而家都發展得非常之迅速嘅。咁咧我舊年咧就去咗深圳實習嘅。深圳雖然係喺廣東啦，但係佢外來嘅人口會比較多啦，所以喺深圳你會可以見到嚟自中國即係內地各個省市唔同特色嘅美食啦，即係四川菜又有啊，湖南菜有啊，客家菜又有啊，粵菜又有啊，即係嘢食上會好豐富豐盛。